喺清水灣要揾屋，其實唔難，但要揾到一間可以即刻搬入去，仲要全海景嘅，大坑口呢間就幾值得睇下。入到屋內，開放式廚房連 Island 餐桌已經準備好，動線好實用，平時自己煮食或者約朋友上嚟都幾方便。全屋裝修走簡約風格，乾淨利落，基本上唔使再花時間處理裝修，帶住行李就可以入住。客飯廳空間闊落，連接露台，打開門就可以望到海景，感覺好開揚。每日返到屋企，推開露台門，呢個海景其實就係生活入面最放鬆嘅一刻。上到1樓，2個房間都係套房設計，私隱度同舒適度都兼顧到。浴室配套同景觀都幾到位，如果你本身對生活質素有要求，呢度會幾適合。收納空間亦都做得幾充足，衣櫃設計實用，真正做到可以輕鬆入伙。其中一個房間空間幾靈活，可以做客房，亦可以當書房或者家庭廳用。上到2樓，主人房空間感十足，落地大門將成個海景帶入室內，感覺好開揚。有時放工返嚟喺呢度望住個海放鬆下，其實已經好夠。浴室設計亦都有酒店感。望住海景，5星級嘅沐浴體驗喺屋企已經有少少 staycation 嘅感覺。再加上衣帽間設計，日常收納同整理都會方便好多。沿住樓梯上天台，一邊係背靠綠油油嘅山，一邊係面向北水泉海景。呢種景觀喺租盤入面其實幾難得。大坑口呢類型嘅單位，最吸引嘅其實就係空間加景觀。如果你想揾一間有質感，又可以即刻入住嘅海景租盤，呢間可以考慮睇下。有興趣了解多啲，歡迎聯絡智富物業 Property Finder 預約睇樓。